这个又坏了。这钱都过来啊？钱都过来，过了吧？过来。鱼不能。不，这是个血。你看这里虾坏了。芥末上。嗯。芥末是。看过来啊。嗯，过来。买了，没别人家的。多少钱这头里？1万多。1万。没事。没事。我是。看抬着菜，他拉出来。里面是养的胖子了。哎，还是干嘛了？哎，倒霉。这里找好得找8万斤。嘿，找。咋的吧？找8万斤。下回呗。鼓捣呗。